请问艋舺自古以来就号做艋舺，啊是安怎尾来写作万华咧 ？A. 纪念伟大的人 ，B. 是蚌会当吼，才会当繁华起来。C. 是日语念起来因亲像艋舺。嘿，40秒的时间。这对啊，艋舺咱唔好演因为啊。艋舺我知影伊在应该还是讲小船，还讲读艋舺，是世界应该船啊，迄当中贵足我感觉应该侪，拢迄世界船啊去载。因为日本时代艋舺应该嘛，还讲读艋舺无唔对。对啊，哦，系啊。哦，而且万华那是迄个民国以后才来，我感觉可能嘛甲日语无啥关系吧。对啊，我感觉嘛应该无。应该的繁华嘛， B 吧，因为以早上繁华的所在就是艋舺嘛。感觉 B 啦，好，感觉。咱用咱的感觉，就是艋舺的 B。我有答案嘛？哦，你的答案是毋茫会使。才会当繁华。才会当繁华。好，咱来看者，毋忙才会当繁华，对对唔对？哦，什么？这敢若以前捌讲过。嘿啦，来机会来啊！讲过。好啦，无安尼啦，咱经一个较无把握的啦。阮凊彩紧啦，阮凊彩紧啦。咱北干两个，北干两个。我看咱就经这个诗哦，日语念起来亲像艋舺。哦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这个，日语念起来亲像艋舺，对唔对？恭喜得到8枪咯！白手搁白手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。哦，咱台湾有真侪地名吼，日本人来以后，甲咱改名啦。啊，改名的原因就是讲，伊希望因为艋舺这个音吼，那伫日语听起来甲万华这两字的汉字吼，用日语来念吼，因真活。日本人讲艋舺，啊甲艋舺足活的，所以因就甲这个所在改做这两字啦。所以伫日语内面听起来甲艋舺真活音，不过咱也用咱的台湾话就念做万华。高雄嘛，这种情形啦吼。高雄本来叫做打狗嘛，啊，日本人甲改做高雄迄两字哦，用日语讲起来就踢狗哦，听起来就打狗音足活的，哦，所以有足侪地名拢用人来改过。